自2025年3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照上主的吩咐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民数记34章第19、29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命令以色列人对因讲：恁进入我赐予恁做产业的迦南地以后，恁的地界是安尼。恁南边的地界是对神的旷野，顺以东的边界，就是对沿海东边的尽头。西过阿克拉边境的南边，经过神，通到加地斯巴尼亚的南边，搁往西北到哈萨阿达，然后去到阿文，对阿文转往埃及边界的溪谷，到地中海为止。西边的地界是地中海，北边的地界对地中海开始画界线，画到何尼山，搁到哈马隘口，通到西达达，甲西非伦到哈萨以南为止。东边的地界对哈萨以南开始画到示范，然后落去到阿因东边的利比拉，搁煞到加利欧的东边，顺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。以上就是恁的领土四边的地界。摩西搁命令以色列人讲：这就是恁要抽签分做产业的地，嘛是上主命令要互恁9个半的支族的地。路边甲迦得两个支族，以及马西半支族已经照宗族分配，得到约旦河东边耶利哥对面岸的土地做产业。上主对摩西讲：这个是要甲恁分土地做产业的人，这是伊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。另外，恁着对逐支族拣一个领袖，协助因分配土地。这领袖是犹大支族耶夫尼的囝迦勒，西面支族阿米弗的囝撒母耳，便雅悯支族基斯伦的囝以利达，但支族约利的囝布基，约瑟的后代马西支族以弗的囝汉尼业，以法莲支族十弗但的囝基摩利，西布伦支族帕纳的囝以利撒反，以撒迦支族阿散的囝帕铁，阿舍支族示罗米的囝阿希弗，拿弗他利支族阿米弗的囝比大希。以上这个是上主任命将迦南地分予以色列人做产业的领袖。照上主的吩咐行，你捌掠条倒一寡吸引你的事物，直到沉迷伫迄中间，却牺牲甲厝里的人相斗阵宝贵时间咧。现代科技发达，只要一支手机仔伫手里，差不多会当满足逐种消费和娱乐需要。直到真侪人沉迷伫手机仔，就算甲厝里的人、朋友斗阵做伙，也袂彼此交谈。直到察觉和厝里的人、朋友关系疏离，真侪宝贵时间流失去，才感觉懊悔。可见，一旦咱甲遐个看起来美好、吸引人的事物来条条毋放，却可能会破坏咱甲人美好的关系，也夺走咱亲近上帝的时间。以色列人伫旷野漂流的日子，必
必须不断学习倚靠上主行做。但是伫旷野中，当生活所需要的水和食物未当得到满足的时，以色列人就开始埋怨上主和摩西，因若条条家己看做好的物件，却无看到上主的恩典。因为埋怨就破坏甲人的关系，也破坏甲上主的关系。现在以色列人得要进入迦南地，上主吩咐摩西，爱甲伊的指示甲因讲，明确指出进入迦南地以后会当占领的土地范围和地界。上主划定应允之地的地界，是爱以色列人清楚因通得到的土地，莫超出伊想事的范围。总是以色列人自一开始就无全心全意听从上主的吩咐，不但导致日后甲迦南人的战争不断，也导致拜偶像的罪恶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这个是要甲恁分土地做产业的人。”这时，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，另外恁着对逐支族拣一个领袖，协助因分配土地。为了避免有人感觉无公平，上主吩咐逐支族拢爱派一个领袖，协助约书亚和以利亚撒处理分配土地的事。逐支族的领袖做伙投入协助分配土地，表示大家拢愿意接受土地分配的结果，莫有怨言。若无谨慎分配，这个土地恐惊会真侪以色列人想掠条的另外一种物件。原本美好的物件，却变做人甲人、人甲上主之间的阻碍。当以色列人按照上主的心意行，就袂抵到陷入罪恶。自古以来，上主应允的迦南地顶面的子民，就是为着争夺土地冲突不断。尤其现在加萨走廊，以早有过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之间的争地，搭有1918年重新建国的以色列人甲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争地。对土地归属的问题，双方各持无同的立场。以色列人甲巴勒斯坦人之间，这种因为争夺土地起的冲突，加上宗教甲种族的冲突，已经扩展到战争，对人权甲人道造成严重的伤害。愿上主怜悯迄充满战争的土地，互仇恨会当停煞，互受伤害的人民得到医治。愿国甲国之间无搁再自私掠条条自身的利益，为这互相伤害，也愿和平早日临到国甲国之间。默想，我捌掠条条什么事物，却破坏家己甲人、家己甲主的关系。我捌掠条条什么事物，却破坏家己甲人、家己甲主的关系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引带我遵趁你的话语，对任何事物无过度换乱，免你破坏甲人和甲你的关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